世界萬行代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黃平仁。行政院8次復議攏失敗，立法院佫要譴責議長杜英台。議長講：我無執行壓力，安尼呢敢會使？啊，佫有其他的預算案攏塞車。那麼即馬立法甲行政到底要安怎來解決？今仔日4位專家甲當事者議員鬥陣來參加。那麼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民主進步黨基隆市議員鄭文婷。大家好，主持人你好。那麼第二位中國國民黨新北市議員林金杰。平年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退休教授楊泰順。大家好，大家晚安。那麼繼續，咱就來關心立法院否決行政院提出的財違法的修正的復議案失敗了後，傳出了行政院無要執行現有的財違法。國民黨黨團除了批評議長杜英台之外，嘛講要提出譴責案。杜英台嘛呼籲立法院先審查滿年度的這個總預算，啊甲1.25兆的國防特別預算，其他大家接過來講。立法院會頂禮拜否決行政院提出的再修版財違法的復議案，傳出府院的高層確定無要執行這版的財違法，和國民黨團批評講，行政院長杜英台已經復議8擺失敗，閣無要落台，閣講要提出譴責案。中央集權又集錢，不願意把財源下放才是真正的原因，而這種是把執行法律當作選擇題的態度，表達了不是只有行政權的傲慢，更是對憲政制度嚴重的挑戰。一共8次的復議，國會多數都不認可行政院因為窒礙難行所提出的復議案。如果復議不成，那你行政院就不能接受，那國會就可以發動倒閣，不信任解散國會啊。法律生效了後，行政院這邊無要執行，雖然無憲法明文規定，不過較早有成立，而且這屆立法院通過的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軍人待遇條例等等，行政院嘛攏無執行。看到條約閣一擺，因為財違法無人要讓，杜英台閣向立法院發話。現在立法院最重要的是2件事情，一件是趕快的審明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另外一個也是盡快的審查我們防衛韌性、強化防衛韌性的特別條例跟特別預算，這2件，一件關係人民，一件關係國家的主權跟安全，其他的都可以坐下來談，行政院無所不能談。敢若無要閣堅持行政院版的財違法，杜英台強調講，即馬上重要的是較緊來審查，閣互立法院囥佇遐的明年度的總預算案，含1.25兆國防特別預算條例，說落來條約的戰火看起來是會繼續燒。公司新聞綜合報道。其實關於着這個行政甲立法的這個爭執吼，咱大家吼各位也攏參加咗足儕屆，但這一擺小可無共款。第一，行政院長講我無執行壓力，伊講你這有違憲，我已經記罪3000啊，即馬閣要叫我記罪2646，已經超過了法律所規定公債法的稅出15%。所以我有底氣，我無愛執行，但是立法院要甲你譴責，這個譴責的效果，法律的這個效果是啥物？我首先哦，要先請議員吼，雖然你在地方吼，但是法律的代志你嘛知，你講互咱觀眾朋友聽。我想吼，依法行政這個關鍵是每一個民主國家。不管是行政院也好，而且是講是國會也好，吼，攏愛去遵守的。啊，人民國較愛遵守法律嘛，吼。所以公債法這個15條第5條所規定，這15%舉債上限啦。你借錢的上懸的天花板，你剛會使15%爾嘛？那15%你若超過，除非你去改公債法。
若無食行政院有啥物權利會使拒載超過法律的規定？所以立法院伊認為講啊，非常我不管你，我要求你愛編偌濟預算，互地方吼，親像咱看伊即回財劃法，伊限制講幾趴，你一定愛互地方啊申請補助的，你嘛要甲伊寫入去法律內底，叫你講一定愛互地方偌濟補助。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啊！你迄個一隻牛，你要甲伊挽幾蓋的皮，食的錢就是遮爾濟。你若講要叫行政院講啊，遮你嘛愛出，迄你嘛愛出，無可能的代志。所以迄負責無法度安尼啊。我想要甲你請教，就是講就法論法吼。啊，因為這違反着公職法，是，所以我無愛執行。但是我無附屬，我無執行，這嘛是違反着這個法律。啊，倒一個法律較懸。那應該安尼看吼，因為行政院已經窮盡救濟的途徑啊嘛，已經八屆復議攏去互伊駁回嘛。啊，八屆呢，伊連討論吼，咱好好啊來討論講這為什麼袂用個互伊通過，伊連這種討論都攏無，包括講咱前一屆財劃法，咱的行政院提出非常多理由，講你這吼有窒礙難行，伊嘛唔聽，甲你駁回了後，到今年有300幾個袂當執行，這就是上明顯的一個情形嘛。所以咱行政院已經窮盡一切救濟途徑，要好好啊來甲立法院來講。結果咱嘛是已經8屆啊，8屆唔但互伊打回票，閣互伊起笑呢。啊，所以佇這種情形之下，行政院長未來附屬這個財劃法，我認為這是合法合憲的一個代志。好，因為咱看咱的。拍去到憲法法庭。憲法法庭嘛去互伊癱瘓啊，即馬也袂當開會啊。但是我突然間聽到田議員安尼講，我要來請教林議員吼。啊，若是照到院長就講有才調，你就去修公職法啊。好啊，反正我即馬人頭多嘛，我就來修公職法，我修啊25%、30%嘛。啊，你就愛執行嘛，你就這個正當性，你不附屬的這個正當性就消失了，敢會安尼做？我即嘛是安尼啦吼，我哋遮這個電視台，我建議吼，咱這個總統吼，我賴清德，咱你比較一下阿扁啊吼，當時嘛是嘲笑野大，迄當陣誒，咱的立法院院長叫王金平，阿扁啊做8當，有像你安尼無？無。伊過去遐包括講吼，伊的即個蘇貞昌嘛做過行政院長啦，吼謝中庭啦，吼游錫堃啦，吼佮攏有做過。佮你若講咱即馬即個院長較強，較爾啊強悍吼，我是建議吼，甲換掉換迄個角度轉來，看會較順利無？我是認為中華民國是大家的，毋是講哦民進黨嘛，毋是講國民黨，攏毋是咱大家嘅。佮為蝦米咱過去的人吼，蔡英文也好，還是阿扁也好，吼，咱會當真順利，無這個問題。你甲你賴清德來做專這個問題，我是安尼講啦吼。但是議員，啊，你頭仔講到一個關鍵字呢，這人叫王金平呢，啊，即馬都無王金平呢。那迄當陣咱的總統叫陳水扁嘛，是啦，啊，即馬都無王金平呢。是啊，咱即馬就是講，到底是吼，阮新北市市長哦。好友伊選上到阮議會來是講較坦白，是我去甲你拜託講，啊，我互你通過好唔好？啊，是講你遐所有來就甲恁拜託講，我甲恁鬥3工來甲恁做一個說明嘛。阮是一個民意的機構嘛，我哋反應嘛是共款嘛。我相信講咱地議員你嘛知影嘛，吼，你這個基隆市市長嘛，只來甲恁遮議員拜託啊，甲恁鬥3工啊。伊毋捌來甲阮拜託過。無，但這局處所長嘛毋捌咯，哦，安尼就較毋對啊嘛。是啦，伊毋捌來拜託過。恁招數嘛。係啊。伊毋免甲阮拜託，伊就會過，伊哪就甲阮拜託。應該安尼講啦，古早有王金平咧做院長的時陣，一寡議事必須愛維持着公平性，吼，公平性的問題的時陣，人王金平啥物代志會使做，啥物代志袂使做，伊有一個準則。可比講咱的議案送入來甲立法院，你是毋是佇第一讀會的時陣，大家愛充分討論？即馬攏做沒收一讀會啊！一讀會從來不討論呢，啊，所以這種情形要安怎講？我用時間互伊講。韓國瑜甲王金平比的，我就講啦吼，
王金平院長伊叫公道標，無唔對。你看即馬吼，即個我的院長吼，韓國瑜、韓國瑜啊，嘛唔是講較歹溝通嘛。你有展開叫做驗據協商無？總統的之前就是講一旦吼來開一個驗據協商嘛，大家來開會嘛。伊唔是干那國防外交加迄個軍事爾，唔是哦，伊會當吼來驗據協調。總統嘛開過啊。哇！你著驗據協商，連發會甲行政院就來講嘛。係啊，驗據協商就是講行政院連發會大家就來講嘛。國家是大家嘅，唔是干那講吼，你這一條2500億愛優先通過，吼，預算啊通過，其他這來一旦大家都當好啊，就來講。都這樣印度想來講啊。我看兩位老師咁要坐一條，來蔡老師，你先來看，我同款的問題，就是講。因為你必須我愛執行這個已經違反着公職法的這個天網，所以我無愛附屬無愛執行，我無壓力。啊，這個嘛是行政院嘛是違反着目前的這個法律所賦予的一個權力啊。啊，到底倒一個位階較懸啊？無，伊就是袂當講無附屬啦，因為附屬基本上就是講。總統要公布這個法令，愛行政院長裁印同意啊，愛寫就嘿。啊，即馬就是講，好，咱若要照安尼做，伊會相拍電啊。伊兩個法律，公職法甲這個財政的收支維穩法有衝突嘛，所以足簡單呢，我就甲你做8、9分，超過15%以上的我無法甲你用。你若甲我講，你現在無用17%，因為伊這算起來愛17%啊，愛借錢就對啊啦。啊，超過迄部分我無做，啊，你家己收誒，即個國會即個水準公式攏會唔對，吼，啊嘛袂當協調，啊，迄個法案摕出來，啊來翻查就驗面走啊，伊即馬甲你講吼，好，即個羅總統吼，你交阿扁也無共，對，你迄陣個國會議員嘛無共，迄陣個國會議員袂遐你眼睛啦，來，因為你講你傷流利，我聽起來互觀眾比如做一個 wrap， 對，頭一個就是講你認為。行政院長也是愛附屬，哦，當然啦，吼。啊，第二，我執行，但是我執行到15%，我就停起來。哦，啊，無你就是叫我違反嘛，足簡單，就你愛公布，愛附屬，啊，我已經服議落，未過，大官嘛停啊，吼，攏未拍硬，足簡單。啊，若合起來講好啊，我來收公職法。啊，無緊啊，我收公職法。我來借錢，啊，大概開私人的衰小啦，台灣話講的啊。意思就是講，啊，這錢吼，因都唔捌執政過，無啊，你看起來你哪邊強要執政啊？無啊，啊，你中央你以後你執政，你講哇，這個法是安尼唔好哦。我看我那個提倒轉來，啊，以後地方要求講啊，這個補助吼，中央去摕我來分的時陣，中央甲你講歹勢吼，人善唔是心肝的啊，我無錢啊啦，因要啦，伊敢若受到因家己嘛，各縣市好好，啊來到時要安怎？我講吼，若政治要安怎用，永遠攏莫執政啊，你著永遠佇地方就好啊。吼，啊！你中央的時陣就是講，金枝法案一定要甲行政部門討論，因為伊較早錢佇對啦。啊，你通過這個法案內底攏牽涉到金枝法案啦。佇外國無人安尼用誒，你一定愛問行政部門啊，這錢要怎處理？吼，啊，大家來協調。伊無啦，伊就通過，我這法律我上大誒，吼，我翻罷，無要緊，恁的代志。但老師是罵歸罵啦，吼，若是要解決這個方式，那用要我想已經吼，這項問題已經。哇，咁樣兩當啊！最簡單的啊，道德寬算吼，我想也無可能。最簡單的，伊若要立這個無法度做的法，最簡單的，人民家己來立，吼，用公道、合法、公道創制，咱會當甲立一個法，甲因的物件感覺講這不合理，你甲摕掉，吼，即擺大家咧聯署啊，吼，這是民主的方法。過來一擺，嘿，有民主的方法，啊，但是你若講要用迄個無附屬的，吼，無公布的，伊即擺甲你犯伊的摕啦，伊講吼，你違憲，伊違法無要緊啦，伊違憲嘛無要緊。過去叫講要總統來立法院，要安怎要質詢啦，吼，這立法院有夠大的啦，總統愛向立法院負責呢，因的意思是安尼呢，來去甲你問，甲你質詢呢，你當作是地方議員哦。我會介紹一當進前，我就講啊，往事莫閣再提起哦。這就是一頭到尾就是安尼啦，伊吼，伊絕對毋是今仔日較底下。較底下咧吼，咧做即個工課啊，吼，伊也袂當做就咧收錢啊，足簡單的道理啊。對，是安尼無毋對啊。尤老師，你安怎看待？我的看法小可無共款啊。即即擺要審查是總務省，總務省是明年的有算，對無？明年的這財政的這問題啊。啊，你即擺咱立法院是代表即個民意的嘛？
全國的民意的代表性就踮咧立法院嘛，啊，總統是負責執行的嘛，對不？所以總統英文叫 executive branch 嘛，就執行的部門嘛，對不？啊，你民意啦通過這個法案，啊，雖然講這個法案咱政府的財政有困難，迄是明年的代誌嘛，所以你到明年以後，你若講即馬超過這個公債法15%，所以我無法度個使用，這樣陣啊，你政府都要停起來，互你立法院去做調整。即按1995年到即馬，美國已經提懸伊的公債這個天花板已經提懸上無就5屆以上啊。所以這唔是啥物問題。對啊，這唔是啥物，你甲通過，你要像你主持人頭講的啊，你甲提懸到20%、30%，迄攏會使啊。民意講要甲你提懸，你就甲你提懸啊，對無？所以我感覺這唔是問題啦。啊，毋過你行政院你若拒絕執行，迄就有代誌咯。你若無愛複述，迄個講會過，我是感覺無愛複述哦。伊個有理由，因為總統要公布，都愛行政院的這複述嘛。啊，你若行政院你若講我這無法度伊咯，你總統無愛伊咯，總統無愛公布，無愛複述啊，互你總統未公布的，迄個會使。啊，你若是講總統攏公布落去啊，啊，你行政院講我無法度執行，啊，這袂使啊，這你都違法啊，你後擺。可能有會有人告講瀆職哦，迄都袂使啊！啊，你若講公債超過即擺法律的規定，你後擺司法攏會當解決。美國的迄個例已經誠濟啊嘛。老師就法論法，我會當理解老師所講的哦。啊，若是從處以用，甲這天棚吼，個壓權，個壓權叫壓權吼。啊，尤其即擺實在是，咱是毋捌借過錢啦吼。你看到會驚呢，驚講咱子孫啊吼。哇！一個人頂頭攏歹啊，一遮重的坐，這安尼敢好？啊，這無法度啊！那民意是要安尼要求，安尼全民來承擔嘛，就要全民來承擔。啊，你毋是講你行政院，你都逼這個公務人員講不愛執行，還這行政人員哦，無這個去用過這個危險，安都這政府都問一個老師的意思是，到時陣毋那是行政院長會去用過。可能各部會的首長是啊，甚至是地方首長無錢嘛，會去用過哦。嘛有可能啊，這有可能。咱看這議題是安怎出來啊？安怎倒一個部門無執行啊？哦，他這楊老師的意思是講啊，我做一個行政官員，我到時要聽頭家，還是要聽議會這個立法委員？啊，到時陣我聽法律啊，啊，你法律都通過啊，你預算法嘛是一個法律啊，總預算嘛是一個法律啊。其實是議員你安怎看？行政甲立法迄是互相制衡啦，吼。啊，咱即馬總統伊有行政權，就是得到人民的授權嘛。啊，總統伊的民主正當性絕對是比立法院佫較懸的嘛。你看伊幾多百萬票啊，敢毋是？這是直接民主正當性啊！這啊無咱投票選總統。還幾多百萬票安怎來用？所以選總統的能力，選總統的名義。原則上立法啊無，咱敢有法度比市長佫較有權力？同款的意思嘛。所以咱是愛看行政權，伊會使執行，伊會使做真濟工課。立法院咱民意代表是要創啥？要甲監督啊！啊，驚你這個行政權受過擴張，所以才有民意機關的產生啊。自古早到即馬，所有的國家攏是先有行政權，尾啊才有民主的這個民意代表出來。民意代表出來是要監督行政權，互你袂使胡白亂做。啊，即馬咱的社會是倒變，這個。要來監督人的，煞變成比伊佫較大，比行政院佫較大。我叫你愛安怎開錢，咱本來民意代表是講你袂使胡白亂開錢哦。即馬是講我叫你安怎開，你就愛安怎開，這是完全無共款的思考方式。所以我是認為講，如果講民意機關已經變成一個洪水猛獸的時陣，咱共款愛遵守民意機關所修改出來的法律嘛，尤其咱。再一次強調，頭一屆財化法修正的結果已經造成這麼大的問題。即馬因是將錯就錯，佫錯一個更大，安尼哪有法度？互咱的國家會當運作？我會當理解你講的這個錯誤所在吼，你的理由。啊，但是即馬目前這個角啦，這個金角啦，要安怎解決啊？
咱就是用不附屬啊，咱行政院長啊，這問題未夠啊大啊，夠愛去到憲法法庭啦。啊，憲法法庭，咱啊，就袂，即馬就袂當運作啊。既然甲立法院的權力這麼大，你互憲法法庭會使運作嘛？憲法法庭的權力是去互恁閹割掉的呀，對無？啊，所以你即馬要解決，你就立法院趕快互憲法法庭會當運作，啊，你嘛是會使啊，敢毋是？即個金閣吼，我請金閣議員來。無啦，即我就講啦吼，應當啥？今日我做總統，我卡主講我來做總統，我一定來去拜訪吼立法院長來做一個突破，來看要哪解決。我定你講吼，國家是大家嘅，吼船破海徹底，攏對大家無好處。我既然甲做總統啊，國家要繼續向前行，我一定吼愛迄個忍氣吞聲。大家來好好啊來討論，唔是講我講的我同大，安尼以後嘛賣立法院嘛賣議會。我103年當選新北市市議員，阮議會國民黨26席，民進黨33席，阮贏的啦，阮贏的啦。結果吼，人阮安尼朱立倫市長，人嘛運作較好勢啊好勢，人願意放下來甲咱遮的吼在野黨、民進黨多數的議員來做一個溝通，人嘛是運作了真好啊！你袂當講我即馬我上大，吼，我即馬我總統我咧做，恁逐個地方愛甲轉去啦，我來講安那，恁就安那做，大家愛協商嘛。阮議會即馬今仔日逐工嘛攏叫做黨團協商，黨團要合商嘛，對無？我嘛講行政院、立法院，大家愛好好啊講。我你若講吼，毋是袂當講啊，對無？只要你若這兩個生活過，我毋是袂當講，會當講，咱甲佫一來講。我拄則聽到，我感覺無毋對，我感覺有毋對的所在，就講你拜託恁還先這方面，為着咱國家的安全，為着咱的吼，我這個社會會當運作，我咱先通過，我了後吼，我會當去啊，甲恁吼，我這個請假，我拜託一下，咱是想要生活過，你愛老嫩又愛嫩，你左龍太議長，你毋是選的呢，你愛代表你後壁迄個頭家愛放嫩，頭家食硬，你嘛要對頂的。安尼兩個就硬啊，硬對硬就無法度啊！你愛一個愛放軟，一個愛黑面，一個愛扮白面。我嘛無看到你是白面，你嘛要黑面，後壁嘛要黑面，安尼永遠攏黑面就無法度過溝通啊！伊就互伊白面就黑去啊！我你就是講要你擱送10擺吼，我甲你不過擱10擺20擺你嘛是袂過，已經堵上了嘛！我來講吼，通大就啥？7月26到8月23嘛，對無？你規盤要甲人變掉，我要變掉過去就過去啊！毋過咱即馬愛吼較軟一個講啊，歹勢啦吼！我即馬就是擱接受一組的社會檢驗，就是講你遮國民黨攏要甲你罷免掉，罷免無啦，連一個都無落來。迄代表民意講，你要互遮國會吼國民黨擱多數擱繼續行嘛？我你是愛幫你嘛？但是啊，甲安尼解脫嘛，就是講所有民意攏同意國民黨議員的做法。你進前8遍吼，在7月26到8月23進前的，吼，我你提出來，我你8月23以後要擱提復議案吼，你愛考慮啊嘛？民意是安尼佇做嘛？我袂莫擱提出復議案嘛？是毋是安尼講？我是感覺講社會是大家嘅，毋是講吼國民黨嘛，毋是民進黨嘅，咱愛落好好落來講。8月23到7月26，連國民黨一個都無落來，就代表民意講安尼會使，你擱繼續行。因為議事運作嘅時陣，就像頭仔電議員所講嘅啊，有當一讀就無愛互你一讀啊，連送入去都無愛互你送啊。所以講換一個吼，較後會來做行政院長，我是感覺安尼啦。你無議員你啊講，你即我來講一個公道話，咱一直攏講倒英台，啊若是立法院的黨團呢，你嘛愛較軟一個嘛。無，但蘇貞昌人你拄到代志嘛真軟呢。對啦。有幾難軟呢？即個我感覺這較硬呢，砰砰叫啊。對啦，我的意思是講，咱咧講的時陣，兩邊攏嘛愛，我毋是講機械性的講啊，攏拍50個，拍50個啦。咱是愛講你嘛拜託，你嘛愛拜託一個，安尼毋才公道嘛。我擱講一個吼。較早阿扁啊，佇當選2000年當選的時陣吼，伊第一個叫做黨徽啊。無你講四九年嘛會開始鬥鼓啊。我講黨徽來的時陣，唐飛嘛吼，伊來的時陣，伊嘛感覺講，阿扁啊真有誠意，用心哦國民黨的吼，到尾後吼伊有主題放軟啊吼，咱就好啊協商一下，看到伊的誠意啊嘛，誠意啉水甜嘛。我所以講你即馬狀態，你即馬互伊已經2冬啊，是毋是無換一個看賣啊？時代反正會較好，袂較歹啊？是毋是安尼講？好啦，即嘛是一種解決啦，但是我要請教兩位。老師吼，我先來看看，即馬各方吼老師的看法有支持的，比如講政大林家和老師啊，伊講行政立法無隨較優位啊，國有禁區啦吼，只要對他方權力不當干涉，
憲法的儀式吼，唔單只有屈服，啊，閣有呢屈服，啊，閣有對抗。通常由司法來做最終的決定。現在呢，只有憲法法庭嘛無法度嘛吼。啊，這個中央研究院法研所的這個蘇顏圖呢，伊講用不複述、不公布來回應吼，容易有擴權的現象，國會衝突可能會升級。行政權呢，會當清楚表達法律違憲立場，指出有權守護憲法不執行的法律啦。這聽起來吼是安尼。啊，那吳思瑤吼，伊講無論是不複述或者是不執行哦，在憲法理論上攏有參照的立論啊。不執行也有前例啦，但是無支持。譬如講曲條上曲老師講不複述、不公布攏違憲，伊講吼。總統一定要通過，無就違反了憲法的第72條啊。所以咱請兩位老師來甲咱講，72條是咧講啥物？啊，根據着憲法贊修條文哦，行政院長並無複述權哦。啊，國民黨的立委啊，林佩祥哦，林佩祥哦，伊就講哦，輕忽法治、動搖權力和分裂的基本精神啊，選擇性的這執法。蔡老師。伊這講的唔對啦，徵收條文當然無規定這啦，但是伊原本的條文迄無收掉，所以行政院長也是有複述權啦。啊，這唔就小拍電？唔是小拍電，就是講伊愛經過伊同意，因為官員政府是伊咧負責的啦。吼啊，所以我是無主張講一定愛無複述啦。吼，但是咱的國會唔是美國迄個國會，因會當國會會當增加預算，行政院部門送來法案，我甲填落。無要緊，但是咱的國會袂當安尼，咱的國會憲法有規定，袂使增加預算。啊，若去立法院要加協調的時陣，內底攏一般虛報啊，全攏頭啦。你甲韓國瑜講煞了就煞，無簡單啦，內底閣過來的吼。上重要就是伊即個宗教吼，啊，佮因國民黨的黨團也好，也是講國民黨的主席，無遐爾簡單講啦，吼。啊！你若講哦，罷免過啊，所以阮攏授權互阮安怎做攏會使，毋是安尼哦。你若是有違法的、違憲的部分，行政院就甲你講，這有無法度做的工課。美國總統羅斯福獲決670幾屆啊！啊，你講這個總統伊是安怎？但不是咧獲決，迄伊的權利呢？恁袂當甲講哦，我獲決遮濟屆8屆、20屆嘛無要緊，因感覺迄是因的理由。若是恁做這個行政院長，你是倒英台，你絕對交伊共款的嘛。像那過去，咱就甲收做1/2，互伊照你講愛2/3呢，當時因為同意權去掉，用這去做交換啦。無世界各國大部分攏2/3，美國嘛是2/3啊。吼，啊，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講咧，你攏叫伊愛落卵啦，但是你攏高高在上，伊要安怎落卵？因為伊無在交就甲恁講啦，恁就是干那一種，來國民黨的版本。攏互過，啊！恁那個認為感覺講恁修的法案是上進步的，包括迄助理吼，啊是啥物最近用的，迄毋是干一件兩件啦，吼！我台灣人民有反對，恁嘛是硬要殺啦，吼！啊，即馬甲伊講，你就是攏無來協調，伊的版本嘛送入去甲立法院啦，吼，嘛無對恁地方就歹哦，但是恁就是袂去甲你聽，聽事委員嘛袂去甲你審，吼！啊，甲美國講好，我們要增加國防預算，但是事實上就是。你要甲聽事委員會時陣特別預算，攏甲你抬，吼！你什麼是安怎？吼！你就講你親美，迄美國人聽講，你就是佇外面頭前咧講白賊啦，恁攏當遮一大堆，吼！啊，若中國你就攏落卵，吼！中配6改4恁就好，吼！所以我要講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就講你要協調，毋是問題，重點是講恁協調一定愛安怎？大家小可提一下，吼！啊，借錢借甲已經要。迄已經銀行攏無法度17%，你這是啥物？聽老師安尼講起來吼，老師的意思是講，即擺已經在法律的工具啦，也是行政甲立法的即個協調的機制，已經攏無路啊。所以只有雙方面，啊無就落卵，啊無就大家吼道德勸說，啊大家自我理解了，啊來改變。我講的意思就是講，9成。
做8成，啊，剩的迄2成做無夠，要安怎？迄就是恁造成的啊，因為恁的法律通過攏小拍電啊。啊，但是楊老師他也講啊，無就先做嘛，啊，到末年了，末年才來講，時到時擔當無米煮番薯湯啊。對，伊這個理論我了解啊，但是講你袂當甲講我攏無愛做啦。哦，你講無愛做，你就等於講，你就是無遵守法律嘛。哦，法律執行的時陣，你行政部門無去執行啊。哦，但是袂當安尼。但是我感覺有困難的部分，你到時來甲我講的時陣，你甲我監督，我講我做袂到。哦，但是完全無做，這犯伊徛啦。這事實上是安尼，是，楊老師。我頭先講美國就是現成的例嘛，對無？美國嘛是安尼，國會美國所有的財稅法案是國會來通過哦。都敢若蔡教授頭仔講誒，美國這國會伊可以來增加有算誒啊，哦啊，所以常常攏造成講就超過這個財政的這個上限的這個問題嘛。啊，伊超過財政，所以政府就關門嘛。所以拄啊，搭過去一個月關門一個月啊，哦啊，解決的方式嘛是國會來調整這個稅務的這債務的這個上限嘛，哦，用這個方法來解決。啊，毋過咱即擺攏講法律面的代誌啦，吼。啊，毋過政治的運作是一個藝術嘛，是一個協調的這個結果嘛。今日所有的資源攏踮咧行政系統內底嘛。啊，你立法委員伊嘛是愛選舉啊，伊嘛是希望講愛去對伊的這選民有一個交代啊。啊，你啥物利益攏無愛分互伊，無愛甲伊協調，啊，啥物攏人的這執政黨手頭。啊！你講這在野黨當然，老師講的這我會當理解吼，但是即擺這個財政維護法內面，啊，閣有下限的保障，吼，啊，閣強制這補助的比例，強制立法吼，這兩項，到時陣那一旦天災地變來啥物，行政院就要閣開始用這個第一預備金、第二預備金，啊，閣來創啥？這對政府的運作，老師的感覺？這無問題啦，咱憲法咧有規定，咱總統有這個緊急命令法啦。啊，你若發生天災地變，你總統就發布這個緊急命令嘛。你踮咧緊急命令之下，啥物物件攏會使做的啊？對不？只要這立法院同意，攏啥物代志攏會使做。對，老師講的重點嘛，只要立法院同意啦。追認，立法院去追認。因為緊急命令就，啊，立法院啦，比如講921迄個大地震，嘛是用緊急命令，李登輝嘛用緊急命令法，老師來執行啊。但是我即擺看講，即擺已經2台火車咁樣對弄啊，到時陣伊來連對人都無愛對人。我意思是講吼，咱咧立法的時陣，咧審查的時陣吼，愛用這個常態來審查啦。啊，你若發生這個緊急事件，吼，啥物災難這款代誌，啊，你就用緊急命令法來處理嘛。你袂使講，你就預測講，未來會發生這天災地變，所以我即擺錢啊，人喺家己手頭，啊，都無即款的立法的方式啊。哦，但是我主要是驚講要對人吼，我感覺即擺現主時立法院的氣氛哦，連對人都無愛插你，無愛插你哦。是，我來小等下，我先和電委員電委議員來講。應該安尼講啊，國民黨華家甲民進黨華家吼，上大的差別是啥？國民黨華家就是有錢盡量開，無錢來借錢，吼。民進黨即陣吼，新北市咱金杰大哥迄邊我是無啥錢啊，伊家人市林右昌伊做市長的時陣，負債139億。伊落任的時陣剩67億，減頭一半。啊，謝國樑即馬伊要閣甲伊增加負債20幾億，增加負債20幾億，所以伊就是開外開盡量開。謝國樑伊咧做市長吼，第二回甲伊三都預算，即3年內底哦，加起來無超過1000萬，無超過1000萬。啊，恁府會真和諧啊！阮都是去互伊，去互國民黨的議員壓着走啊，無法度，阮壓雙骹雙手嘛壓袂贏因吶。所以，這個真對啊，所以這是形勢比人強。我要講的是講，民進黨啊，華家的時陣是希望講啊，咱負債較少的，咱加做一段工課，互咱的後代日子會當較快活一絲。但是如果講咱也想講啊，咱這代日子過了較舒服一點嘛，來負債嘛無要緊，迄個比例甲伊提懸嘛無要緊。啊，後擺這個錢借攏免還嘛，
借錢就是愛還錢啊。所以這個代誌，咱愛去思考講，有一天如果咱這個國家破產，親像冰島這個情形，咱要安怎？美國伊是袂破產哦，伊只是因為行政的程序袂赴，所以伊有一個月、兩個月幾下無法度上班。但是咱的國家，若準講安尼舞落去，敢會堪的互國家走行向破產這個程度？迄是無法度的。咱擱對面擱一個惡鄰居，逐工安尼飛機烏白亂飛，對無？所以我是認為講，咱的國家的情形。對來，咱就一定愛團結做伙。啊，你無法度團結，無共款意見嘛無要緊，但是袂使講要甲伊做甲，互即個國家敢若要破產去共款。啊，盡量甲開，盡量甲用，咱的後代子孫要安怎？議員，即個破產未破產，我講無法度來確認講是真正會行向這條路吼。是。但是即馬目前看起來。立法院內面，立法委員最近真濟法案啦，譬如講貪污5萬塊以下低罪法，吼，啊，閣有通啊，你若判緩刑的，會當參選，但就恁民意代表的立場，兩位的意見是啥物？這真正是倒退路啦，民主倒退路，正經的，你這個貪污，咱。古早讀小學，老師就甲咱教怎，不以惡小而為之，袂使因為這小可錯誤，咱就來去甲伊做。所以貪污1箍嘛是貪污，你即馬甲伊定講5萬塊以下，大家就貪污49999塊。啊，我分做10屆，分做100屆，安尼要安怎？袂用個安尼做的啦。貪污袂用個做，就是袂用個做啦。你1箍嘛袂用個，啊，親像一個人講，哎，啥物？啊，若即個經營人呢，伊若緩刑，伊過去有緩刑的即個記錄，啊，人伊緩刑伊期滿，起碼無去互伊撤銷，伊嘛是會使選吶。緩刑起碼伊就等於恢復伊的公權吶，所以這嘛是會用個說，是你佇個緩刑期間以來，你袂用個，嘿。啊，這你有贊成嗎？伊袂用個。講你佇個緩刑中間，因為你到底是毋是會使會擱再犯，無人知嘛。咱希望互你一個緩刑的機會是創啥？咱互你減刑，你即個有期徒刑啊袂當執行，我來甲你觀察，看你2年、3年、5年，吼，這段時間你有悔改無？有改過無？啊，若有，才毋免做。啊，但是。到啊，袂甲迄個期間。啊，佫一條咧，即助理咧。助理費佫較後白來。助理費我認為吼，歹勢。不要緊，嘿，我先互金溪議員來講。來，我即馬咧講啦吼，今年咱即個2005年啊吼，咱4月19，阿扁也有出來講一個話，講吼唔好迷信大法官，大法官毋是萬能的上帝，就是講咱即馬政治紛紛擾擾。吼，甲對抗，袂當叫大法官來做解說。大法官毋是萬能的上帝，伊若要來建立這個吼政治的紛爭，將來因大法官的吼威信蕩然無存啊！就講咱政治紛爭應當是兩黨愛坐落來好好講。阿扁較早伊就是安尼，伊用即句話來諷勸吼，這個三黨。黨主席愛坐落來講，愛三黨的黨主席愛好好講，一遍袂通，兩遍袂通，三遍愛甲這個國家未來，吼，咱這三黨好好坐來講，這是第一點吼。我嘛是苦勸講阿扁的話，我真信。我雖然是這個國民黨，毋過阿扁的人講了真吼中肯，咱愛甲伊聽一遍。過來，你講吼，咱即馬立法院修法，應當是不溯及既往，袂當甲過去的吼，攏甲做一遍吼，過向關人較衰，袂使安尼啦。我是講，你即擺立法院你立即個法，就是講，到底你講吼貪污5萬塊，要甲處罪法，吼，將來就當繼續參選，我是感覺講，這有真大的爭議啦。我是感覺有真大的爭議，社會會當接受無？過去互關攏白白互關。啊，那迄助理的這個錢呢？不，我是感覺是安尼啦吼。議員等議員，你家人我新北的，咱哦，總共台灣有990個議員哦。有犯這個案有幾個？等，超過10個。我990個內底有10個
吼有問題，我980個無問題，你著講愛甲迄980個攏愛甲因這數一要收的，互應該共款。我是感覺社會吼會有一寡聲音出來，我是感覺講愛三思而後行啦。吼，我是感覺講是安尼啦吼。過去咱佇選舉的時陣，吼，咱這個組織國語安尼講吼，健全的組織應建構在法治的精神上，吼，健全的組織愛建構佇法治的精神上，就是講。咱過去法安怎定，咱要參選的人愛守規矩。就是講啊，過去你攏知影你要選議員，有啥物規定你愛先讀個清楚。我要參選，選落了，我感覺講我要安尼學白母。議員你講了真對呢，啊，若是行政院長伊嘛是講健全的機構，愛健全的健全的法治。伊這個是大法官袂當起來講吼，解說這個政治紛爭，這是阿扁講，我是要用這個吼，我有的是叫做政治問題。有一個叫法治問題，吼，我這個法治的問題是講助理費，就是法治的問題嘛。980個無代誌，10個有代誌。你講我為着迄10個要去修法，我是感覺講這社會的接受度無關。你嘛無贊成嘛，吼？係啦，我是感覺講，你講助理費，我袂當去買，袂當去納厝的貸款，你就是袂使啦。你即馬講，即馬以後講你好，要錢要撥互我嘛真頭殼疼呢。我的助理變着我愛用啥？用勞動基準法、勞基法去改迄度。我因即馬拜六禮拜攏無愛甲走團，老闆啊，我即馬阮對拜六禮拜攏愛休困啊。我即馬是要替你照顧，你無要花交班費啊。啊，我這個問題過來啊，我是要安怎處理？你透早6點要去叫我去走遊覽車，我嘛愛加班費啊。我暗時你叫我走9點，我一天上8點鐘呢。哎喲，議員啊，你唔好加一寡貨啊。本地3萬變6萬，我即馬是要安怎甲伊處理？你甲我講。即我真濟問題呢，我毋是講無好，你即擺你花，吼，我嘛愛個伊包括伊的健保、勞保，伊本來是講吼，伊即擺年終獎金攏1.5個月，我即擺講我無夠用，你愛加分3個月，一般人攏3個月，你莫閣加分個半月互我嘛真頭殼疼呢。我這有真濟問題，即擺這叫工會助理嘛，工會的嘛，我是希望講，這個要修法，愛聽阮議員所有人的意見。吼，到底好啊唔好，嘛愛聽。恁黨團提出來啊。無人，阮的發言人吼，牛新田講，這無代表本黨的立場呢，有安尼講呢？無，這是開會的時陣。我的迄個，恁的部長雕啊，甲陳玉珍啊，講的啊，恁副主席講啊，恁新北市的啊，無啦，阮嘛有看牛新田就是在阮的發言人。沒有。來，咱互第二員所講。這個案是。陳玉珍委員伊提案，然後有28個國民黨的立委聯署，啊，甚至因的總召布君奇，伊嘛講，這是真好的一個法律，啊，敢有影真好，咱來看一下吼，咱這個立法委員的這個助理費的部分，這是112年，2年前。的時陣才修改，伊改啥？除了立法委員的助理費以外，愛閣編預算，互因健康檢查，互伊一寡福利措施，這明文規定。啊，為當時開始，為今年1月1號才開始的哦。啊，那阮議員的部分啦，吼，議員的這個助理費的部分，去年才完成修法，113年才完成修法。今年才實施，1月1號才開始實施。啊，你看咱這個陳玉珍委員伊的理由啦，伊講哦，伊講這個為着啦吼，為着要回應社會對廉政的期待，同時兼顧公正性，避免制度入人於罪。啊，你唔就講你去年修的法入人於罪？你咧講啥話的？完全看無呢。去年為什麼修改阮這議員的薪水？阮是非六都的部分，因為阮本來議員一個月薪水才6萬幾塊，啊修法以後，今年開始一個月差不多有8萬塊的薪水，啊，這個六都的部分薪水敢若無增加一點點啊啦，較無親像阮增加遐濟，但是助理費增加足濟哦。阮以早助理費一個議員才8萬塊的助理費，而且你請迄助理，你袂使低於基本工資哦。我頭一年做議員的時陣，最低基本工資
不是最低基本工資26000多，所以你一個助理愛2萬七嘛，啊，伊互你8萬，你請無曬，無袂用的，只減1000塊，所以家會使請落去。啊，你家己貼錢啊？啊，家己貼用的，但是議會無要幫你辦這個部分啊，因為你一定愛高於最低基本工資，所以這無合理，所以舊年再來改，改了後，阮的助理費增加到16萬。啊，咱上少一個嘛，聽好請咧5個助理以上，啊，所以這個部分親像金杰大哥講的，對阮來講，議員的助理攏佇個議會投保勞健保，對阮足簡單的，回去阮就是拜託議會幫阮處理，啊，助理伊嘛有勞健保。處理。啊，伊即擺攏總互阮愛，親像金杰大，我著閣去幫伊找。工會來投保，係啊。哦，啊，佫算加班費。啊，什麼東西通開啲加班費啥？迄攏議會幫因算。啊，佫2代健保。我佫補充一個吼，你敢知影吼？我的選舉區66萬的人口比恁家人較濟啦。恁家人嘛無甲66萬個人啦。2倍，將近2倍。我的選舉區300平方公里啦。我的議員我請10幾個啦，有夠用無？我無夠錢無夠啊！我只要家己吼提錢出來，即人為了講透支目屎貼袂離啦，我真正是安尼講啦。但永和哦5平方公里啦，永和啊，永和5平方公里，人請3個就走袂完啦。你有先有所在啊！我多啊，我這永遠攏袂公平，即若要佫講吼，永遠攏講袂完啦。啊，這蔡老師，袂當無大法官啦，大法官是代表三權分立內底的司法權啦。啊，變啊，總統咧講的意思是無毋對，大法官袂攏永遠攏介入政治問題。就迄何時定件的案件咧，伊就講恁家己去協調好。但是若是國會有通過違反憲法的部分，大法官就愛出來。但是你即馬就是鬧空城，恁無查了呢，完全都無大法官啊，實在恁通過的恁就好啊，吼。啊，即馬重點是安尼啦，恁受即個罪的時陣，迄案件當咧審理的迄幾個，伊安怎念知？你若互過了，貪污變無罪，伊愛用新的法咯，毋是講溯及既往，講過去迄幾十年的，毋是。伊即擺咧審的時陣，你無罪，伊到時就是無罪啦，吼。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講，恁攏要用即個工課，吼。啊，事實上，大家當討論這助理的部分啦，國民黨的助理嘛跳出來咧反對啊，所以我同意拄因講的意思啦，就是講啊，這個法制法制得好好，你著。食飽用用，吼，食飽換腰，甲講全部要去入去議員的落地啊！啊，我講實在啊，對有一寡認真的議員也袂烏白用，因為做認真的，不管你偌大，你的選區偌大，迄有認真的走，迄錢嘛攏無夠啦。咱講實的，迄錢嘛是攏無夠，因為迄足艱苦的。嘿，啊，我的意思就是講吼，啊，伊就是無代無志去用迄，吼，啊，互大家安尼出來感覺講，哦，啊，你這國民黨吼，攏咧自肥啊！吼，你照你講，你要講推動啥民生法案，無影。我看，迄即擺人講要來選立委啊，吼，迄一年加要幾千萬呢，啊，議員加者600-700萬，吼。所以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講，無毋對啦，恁有迄個權利，你會當通過即個法律啦。但是，啥物人會當解說？敢若大法官啦，啊，恁甲鬧空城，咁差年過去，你嘛3檔鬧空城。我講的意思就是講，莫安尼啦，啊，若恁做時吼，因為咁差年攏提名足滿誒，滿。哪有人安尼？包括川普總統，伊本身去甲最高法院，伊嘛愛聽咧。我最高法院講，你這關稅有可能愛違憲咯，伊嘛是都愛聽咧。但是你即擺意思啊，我著其實足簡單的啦，若提名因的人就好啊。我知啦，因的意思是安尼啦，就攏提名因的人就好啊。我也是認為講政治愛好好來解決啊，親像他楊老師所講，啊，這藝術嘛，吼，看要安怎說，看要安怎說嘛，但是。老師，你也做過議員哦。恁迄陣助理可能是真淡散啊，爾。我你馬上是助理是編24班，掛咧阮的戶頭，啊要請幾個人由阮家己來決定，就是即擺要修法的這個方式。方式。啊，就是即擺這個方式。啊，這好啊歹？我感覺無好啊。啊，伊當然我用6個啊，我6個一個4班啊。啊，那有一個議員就甲我講我笑的，我後有人啊用助理，伊甲用一個，伊甲用一個做伊的司機。哦，啊，24萬掛伊個戶頭，啊，是當分互伊。哦，掛名是掛伊個名，啊，毋過
領到以後，伊可能家己本身才摕5萬啊、4萬安尼，啊其他20萬都撥伊家己。安尼嘛是共款啊，啊伊嘛無問題啊，伊嘛是算講補助款啊，辦公室的補助款、助理的補助款啊。現行的這個規定啊，是對助理來講是較有保障的啦。咱照楊教授的講法，我嘛贊成啊，我嘛贊成。啊，我感覺即擺國民黨要修法哦，方向唔對啦。你要修法應該是限制這個做助理的這資格啦。因為過去發生問題，攏嘛是安尼請家己親戚無雜，啊對啦，你我啊無迄落啊，干那掛一個名，點樣領薪水，啊薪水那個撥來互這議員遮，就講2等親呢，3等親呢，袂使來做助理。比如美國國會27類的人袂使做助理的，美國國會規定的啊，哦啊已經到啥物5等親、6等親去攏有啊，啊佫有啥物你若掛助理的名，你袂使，你一定要踮咧。迄個華盛頓吼，就首都，也是講踮咧選區內底去執行你的職務。你若是講無踮咧這兩個所在去上班，你就無資格去領錢。啊，有一個議員，伊就帶一個波多黎各的查某，做某，對啊，都住喺波多黎各，攏從來都毋捌走去迄個人頭啦，嘿，啊，對啊，迄個人頭啊，啊，尾後就去用過啊，嘛是判有罪啊，啊。所以我感覺是咱對這個助理的這資格哦，愛小可做一寡限制甲規定啦。啊，你若比如有一個人受過淡薄仔教育，啊，伊要做人頭，伊嘛愛考慮啊，伊嘛較困難啊，對吧？你立法委員都愛高中以上才會選立法委員啊，你的助理敢袂使阿布薩拉的就攏來做。對，所以我講這是一個方向。哦，這是正本清源的代志呢。是啊，講到這個，是啊，那真濟人要用這助理的這個薪水來補助伊家己做議員，比如做叫我拜訪選民啊，這個，我伊媽做生意話是，我剛才用假的這款白貼啊，用假的萬年的，一個月油費都要2萬塊啦。一個月油費都要2萬塊啦。你都要做健康的啦。啊是啊，啊你看這議員的開銷遐尼大，你無一個這制度甲補助還是安怎？哦，像美國油費攏免費啊，攏政府來負擔啊。哦，比如你寄這晚年啊，啥物攏免家己去付錢啊。所以咱這制度都要做一個整盤的，整體的這個考慮啊。袂使安尼，就下就塞出去啊。是啊，我等來講這大法官的這問題，哦，啊美國要提名一個大法官，一定要對這個大法官伊所屬的迄個州，要去尊重迄個州的參議員的意見哦。無管你啥物黨的哦，伊來請教講，這人我要提名，這人你感覺有適當無？我當然伊若要反對。伊嘛會使甲提名啦，啊不過大部分攏會尊重啦，啊這就是政治的運作啊，對無？啊你講大法官敢會使介入這個政治的紛爭？那美國的這個照美國的大法官的這憲法法定的這個歷史來看，伊若拄着比如講你這代志是你立法院內部的運作的定數的問題，大法官不愛插伊。比如我舉一個例，比如講初選的問題，伊就無一定，伊就不愛插啊。哦，因為你黨內底問題啊，你政治的代志啊，你家己瞧啊，啊你啥物代攏要等我來大法官來決定，啊我哪有時間管他這代志啊？所以這界線愛分得清楚啦。哦，啊界線愛分得清楚。但是即擺憲不憲法法定都袂運作的啊。是啊，我是感覺講哦，咱倒轉來講啦吼，這整個問題是1997年才修憲啦。啊，國民黨甲民進黨聯手，把這憲法修到亂七八糟。哦，包括講這個富裕，頭仔蔡國友講到嘛，啊美國都愛2/3才會使過啊，啊你想咱台灣啊過半數你都過半都可以，過半都可以，啊中央你即擺國會有半數，你都耀武揚威啊，對吧？你這講到源頭就迄當陣來做。但是即擺已經是買溜的機會頭啊呢，即擺無法度改啊，即擺要安怎改？即擺上大的就是我委員啊。那就用，大家講就用人民的這個，就用咱家己人民來提案講愛改這個憲法。我實在是無希望安尼，咱佫就這題目佫一直講落去呢。兩位，係，我想助理費這個問題，咱經過真久的一段時間，才好不容易吼，甲伊改甲安尼，啊，互助理攏變成公費助理，吼，啊，伊嘛有一寡身份上的一個要求，你若去烏白甲人收錢，迄嘛是。公務員貪污治罪條例的，對啊，係啊，
啊，然後你的勞健保啊，你一寡福利啥攏有，無運動，閣家己走回頭路，回到過去，親像咱楊教授迄個時代，咱是為迄個時代行到即嘛，啊，你即嘛閣要為咱，而且這物件舊年才修法，舊年才修法，今年才執行都還未一年，啊，你著要閣來改。為着特別的一兩個領域，啊，要來改這個規定，我認為是非常無妥當的。來，金姐，即擺阮新北市市議會內底吼，有幾個議員過去攏用這個助理員去用判刑，也有即擺佇執行當中的吼。我聽因即擺迄個來講，就是講起訴中阮有看嘛，就講議員也是議員因某提卡，吼每個月吼時間每個月初五攏去銀行的提款卡領錢。我逐個月準時攏去領固定的額度。我這法官也問講，你為什麼每個月攏去領錢？我你的卡是倒位啊來？我聽你的迄個卡，根據阮的號碼，這個卡毋是你的卡，你的卡是助理的卡。我你這領的錢摕去倒開，我就愛變安尼嘛。我愛去解說有清楚嘛。我有的法官聽會落，有的法官聽袂落嘛。如果我這是摕去啊，要做買礦泉水互大家啉啦，安怎，迄攏袂使，迄攏與事實不符。你要互你的，就是要互你，你袂使講，我互騙人，甲我摕倒轉來互我來去買礦泉水互大家啉，這種違反使用的規矩啦。我所以講，毋敢真濟攏互掠去關，就是安尼來。我是感覺講，每一個議員人攏有真守法的精神，就講議會安怎規定安怎做，袂當講我即擺。